姐姐，爹也是担心你，你不要误会他。滚！不需要你在这里装好人。孽障！你就算使用再多的花招，也无法越过我成为纯王妃。狡猾的！你做得很好。解决这种人渣，不过如此。不孝的东西！苏家祖上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失了清白。现在别说是纯王，就算是下等人家，也不会再娶你了。你的女儿被人侮辱了，你不替我报仇雪恨，你反而责怪我给你丢人了。爹爹，姐姐受了惊，你不要再责怪她了。姐姐，爹也是担心你，你不要误会他。滚！不需要你在这里装好人。孽障！还你娘一个名分！至于你这个恶女，来人呐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现在是该轮到我给他让路了吗？爹会从今日把你娘排位移至苏家祠堂，还你娘一个名分。来人呐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
我一个弱女子，在外面很容易遇到坏人的。想来以苏大小姐的手段，没有坏人能够伤得了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明日一早，你最好乖乖回去，别让我亲自送你。你明明知道他是真是假，李甲并未得逞，你为什么还要收留他？苏小姐之前的余毒并未清除，这又受到风寒，气血虚弱，怕是之后不易怀上身孕呢。你舍不得他？我只是暂且收留他2天，日后不会跟他有任何牵扯。什么茶这么难喝？陆怀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要死去别处死。陆怀，陆怀！陆怀。没想到姐姐竟如此可怜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姐姐不要误会，我来不是找你的，是给弟弟分忧的。分什么忧？麻烦转告陆大人，请问有空可否喝茶小叙？洛洛有事相商。好的。妹妹，你东西掉了。
隐蔽的呀。你就算使用再多的花招，也无法越过我成为纯王妃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跟我装什么蒜？亏我当时还不忍心毒害你。你给我听好了，给我离路回远点，要不然我就撕烂你的脸，然后再挖了你的心。有了纯粹的爱，为什么你要跟我抢？我苏云起跟你抢，你觉得你也配？醒醒吧，你苏洛洛！为了一个王妃之吻，你给我下毒！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，纯王他根本就不爱你。走着瞧，我要把属于我的全都拿回来。这次是拦住了他，可下次他到底想从陆怀身上得到什么？我快没时间了，必须尽快查清楚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王虎，淮南人，家住安阳街。自己来宋州不就行了？为什么第一反应是躲起来？这就是话文里的“欲捅必藏人”定律。什么破定律？这水烫死了！
进来吧。事已办妥，西市的虎子平日里负责送花娘进福花院伺候，他会挑选时机送我们。
来解决这种人渣，不过如此。身子退烧了，怎么还在喊呢？